寒流较慢来，影响到梅仔花嘛较慢开。南投信义乡的乌上仑甲丰贵岛梅仔花讲开无到一成。也毋过信义乡的土场甲梅仔望工场，这个梅仔花已经开2成至3成，啊，讲明仔载后日周末假日会开到5成，会开搁较水。 信义乡土场和梅仔望工场的梅花，各单有开花部分已经开2-3成。厂长张志雄讲，这礼拜到日得开了真水。在我们信义乡这边的梅树哈，因为去年的温度的去年气温的关系，所以呢今年感觉已经慢了将近快2个礼拜了。今麦来到信义乡，敢会当看到少部分几丛梅仔树开花，尤其乌上轮的花，会当讲是拢无开，农民认为是寒流晚来。 所以，让梅花才会晚开。本来是想要来赏花，是不是？对。结果一点点。虽然无欣赏到花的风景，不过信义乡内岛的风景已经让游客感觉真有价值。嘛强调，等到过年时啊，一定要再来到信义乡行村看梅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